来关心南中华地标黄金帝国大楼，因为921个时全变做危楼，即马当在拆。也毋过呢，最近就有民众经过遐，那亲像互顶头落落来石头去割着。工程业者即摆还搁咧调查原因，是认为讲有可能是靠风扫落来的。也让县府即摆已经要求厂商要赶紧搭防护网，嘛要规划民众安全的过路空间。大型吊车甲建材吊起伫树顶，工人高空作业无用得搭应价。中华园林的地标黄金帝国大楼拆除工程传出问题，有民众伫地远的面册社团发文，讲日骑车经过施工地点附近的路段的时阵，互顶悬落落来细粒石头撼着。虽然无安那，但提醒施工单位要注意。实际在工地现场，青色的围篱外口的涂骹，确实会当看到石地含碎玻璃。民众认为讲这有安全的疑虑。如果说你说骑车的话，的确这样子是很危险，没有错。觉得尽量不要经过这里，还是会怕会有安全的疑虑。1991年的时阵起好，关14层的黄金帝国大楼是正对园林火车头，过去要18会商场、电影院等复合式的商业大楼。921地动了后，房地足是危楼了后，就菜伫遐无得用，一直到2022年，中华县政府主导公办途径，今年4月才拄启动拆除。工程业者讲，事发迄天，当地搭进行过迄边的施工架含建筑内部更动的作业，就得可能是透风扣落来的，搁在厘清。因为当时外围没有施工了，可能是施工架上面那一天的风，也有可能是吹落掉下来的啦。目前的做法就是因为我要先把鹰架搭设起来之后，我才能够做外围的防护网。那我现在要求厂商就是搭设鹰架的当下，一并把防护网拉起来，那至少它在喷溅的过程中应该可以降低。中华县建设处强调讲，已经要求厂商较紧来答应价，而且有防护网防止石地喷出去。另外，嘛规划围篱边过路人通行的空间，拆除工程暗算2026年的5月完工，未来会甲这登起做地上22站、地下4站的南自商大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